即係你都參加咗4次，即係4年嘅進博會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其實呢4年嚟一路嗰個分別係點咧？有咩演變，同埋點樣幫到你哋？其實我哋見得到咧，其實會喺唔同嘅國家嘅商家咧，亦都逐漸地參與進博展啦。咁所以 TDC 咧，亦都帶領我哋有唔同嘅 business matching 喺當地去做配對啦。無論係當地嘅內地嘅商家又好啦，甚至乎一啲海外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國家，例如荷蘭啊、俄羅斯啊、歐洲等地咧，亦都嚟參展嘅。咁所以我哋都透過呢個渠道咧，可以認識得到。亦都可以推動得到咧，令到世界認知得到我哋香港咧，其實數碼化物流經已推進到一個好高嘅科技領域啦，可以將我哋嘅香港嘅服務業推去海外市場。嗱，不如問下 Edmond 咧，即係喺內地推廣呢個植物肉啊，或者非乳製呢啲凍嘅甜品啊呢啲咧，係容唔容易嘅咧？即係透過呢個進博會，你接觸到嘅客戶咧，對呢啲新嘅一啲食品啊嘅即係發展啊，又係點樣嘅態度咧？中國內地個人口基數比較大啦，同埋我哋本身就有飲呢個植物奶嘅習慣。畢竟我哋飲豆漿都飲咗好多年啦。如果有一個更加健康嘅、唔加糖嘅，仲可以有其他唔同嘅營養嘅成分嘅一啲嘅植物奶啦，包括我哋嗰個獨家嘅原材料苦堅果，去做到一個又有營養嘅，又有一個嘅對社會有效益嘅抗沙漠化嘅一個嘅植物奶咧，反而係更加適合嘅。我哋舊年就試過首發啦，呢一個嘅植物奶，咁我哋都見到咧係圍住全場排咗幾個圈咁樣樣，咁所以本身就呢一個市場嘅需求，但係仲未被看見，我哋就要透過進博會啦，我哋就要透過貿發局啦，一齊去講我哋個科技嘅故事咯。嗱，不如我即刻追問一樣嘢，你話你舊年排晒大隊啦，咁對你嘅即係嗱，你哋都係做生意啦，咁個生意係達到咩效果咧？同再前一年比較？我哋係做到7位數字嘅生意嘅，係啦。咁對比前一年，因為之前只係得呢一個嘅科技啦，我哋最初只係做呢個植物肉啦，咁所以咧嗰個嘅升幅都係非常之可觀嘅。好嗱，咁內地其實植物奶嗰個市場嘅競爭係點嘅咧？因為你都話啦，大家都係飲豆漿，其實形成咗一個習慣㗎咯。會唔會要打入內地市場其實都困難，而進博會又幫到幾多？就係因為有呢個習慣啦，我哋更加需要有一個更健康、一個更加味道好嘅一個選擇。咁所以我哋需要係更加多唔同嘅場景啊，去俾大家去知得到。傳統嘅植物奶可能係好多糖啦，我哋成日都聽到呢個科技與狠活啊嘛，落咗好多嘅添加劑。但係我哋嗰個係綠色潔淨嘅標籤，我哋冇加任何嗰個添加劑，反而呢個係一個我哋可以講係一個新藍海啊。係啦，即係有個需求，但係未被滿足嘅，我哋就透過呢個進博會啦，就俾大家去知道咯。嗱，正話 Ivy 都用過藍海呢個詞語嘅，即係譬如話你哋嘅即係進入呢個內地咧，其實按你個講法，你哋自己都可以入啦。點解一定要又會話正話你都話參加埋貿發局個團，亦都要去呢個進博會？其實佢可以帶到乜嘢嘅特別俾你咧？即係香港貿發局個團係咪特別有一個香港嘅優勢喺度咧？其實的而且確啦，咁一個香港嘅展區啦，咁貿發局可以展示得到一個香港嘅凝聚力，係可以吸引到咧唔同地區嘅參展或者參觀者咧嚟我哋個展區度一齊嚟去睇我哋嘅展品嘅。尤其是我哋服務嘅展品啦，其實冇一啲真正嘅 product 可以演示出嚟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一個強大嘅展區咧可以吸引到個瀏覽量啦。咁例如其實好似我為例啦，有一啲客戶嚟到嘅情況底下，其實你哋有物流又融資又保險嘅平台，即係做乜啊？咁我哋都會話翻俾佢哋聽啊，其實即係可以幫到你出海，因為你或者唔係好清楚喺清關啊、報關一啲新市場嗰方面嘅資訊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用 AI 嘅形式就同你自動生成嘅文件，咁往往就可以展示到俾佢睇啦。以往好長時間或者幾日嘅工作嘅處理文件嘅時間咧，而家幾個鐘頭就可以完成，一 click 就完成，咁就可以 demonstration 到更加好嘅方法俾佢哋去營運咯。
嗱，透過即係參加呢一啲嘅展覽會咧，其實點樣可以幫到特別你哋嘅呢啲企業啦、中小企啊，好去出海咧？即係係咪真係好多可能國際嘅一啲持份者啊，都會過嚟透過呢一啲嘅展覽去了解你哋嘅啲行業嘅一啲細則嘅？其實會係嘅，因為我哋唔單止係參與進博會啦，跟隨 TDC 一啲海外嘅其他展覽都會嘅。咁的而且確一個品牌啦，就唔可以吸引到咁多瀏覽量過嚟。咁我哋因為亦都有一個協同嘅效應，例如我哋係一個供應鏈嘅平台咁。供應鏈嘅金融平台，咁所以需要成個生態圈嘅。咁我哋亦都好注重去發掘當地一啲生態圈嘅持份者，例如一啲廠家啦，例如銀行啦，甚至乎一啲唔同嘅物流供應商嘅配對。咁所以從而咧，我哋獲益良多。